好多人成日問：人生在世，到底係為咗乜？追逐名利，贏在起跑線，或者要得到所有人嘅認同？其實活到咧一定嘅年紀啊，你就會明白，生存嘅意義從來都唔係贏俾人睇嘅，而係要自己活得心安。嗱，生活唔會咧永遠都順風順水嘅，有晴天啦，亦都有風雨，有笑亦都有淚。有陣時我哋會覺得好攰、好迷茫，前路咧好似睇唔到盡頭。但係正正因為有高低起落，先至令到你咧每一次嘅堅持同埋每一次嘅重新企起身咧，變得更加有價值。嗱，人生真正嘅意義唔係你擁有幾多，而係你付出過幾多嘅溫柔；唔係你幾強大，而係你嘅脆弱嘅時候，仍然咧冇放棄自己。記住，對身邊人咧多啲體諒，對自己咧多一份嘅包容。喺跌倒嘅時候咧，有人扶；開心嘅時候咧，亦都有人分享。咁喺困難嘅時候咧，有人願意同你一齊行。記住，唔使同人比較嘅，每個人嘅生活節奏咧都唔同。嗱，有人跑得快啦，有人行得好穩陣，最緊要係問心無愧。我哋認真要活過去。嗱，唔好因為咧一時嘅失意咧否定自己，亦唔好咧因為旁人嘅眼光懷疑自己人生。嗱，你存在嘅本身啊，就已經係一種意義嚟嘅。你溫暖過人啦，努力過啦，堅持過啦，已經係好了不起、好勁嘅。我哋喺呢個紛擾嘅世界裏面咧，守住呢份光，善待自己，珍惜當下。我哋有勇氣去面對困難，亦有咧溫暖嘅對待呢個歲月。嗱，活成咧我哋自己嘅好嘅一個樣啦，不放不忘，向住太陽。呢一世咧，我哋已經係好足夠、好滿足㗎啦。大家加油！